羅馬書第13章，人人愛服從國家的權力機關，因為權力的存在是上帝所批准的，掌權者的權力是對上帝來的，所以抵抗掌權者的，就是抵擋上帝的命令。這種人難免受審判。統治者唔係愛本行善的人講，係愛本作惡的人講。你想愛唔講掌權者麼？行善，佢就會稱讚你，因為佢係上帝所用的人，佢嘅工作係愛利益你。你那係做壞事，你就愛講佢，因為佢有刑罰嘅權，唔係做狗嘅。佢做上帝所用嘅人，係愛執行上帝對嗰度作惡嘅人嘅執法。所以你就一天愛服從掌權者，唔單止係因為講上帝嘅執法，也係為到自家良心嘅平安。你就納稅，也係為到窮人嘅理由，因為掌權者執行任務嘅事係為上帝工作，所以應當愛納馬嘅稅，你就愛聽基督嘅話去納，無論係人定稅，也係善業稅，應當敬畏嘅人就愛對基督敬畏，應當尊崇嘅人就愛對基督尊崇，千萬唔好欠債，彼此相惜，真係你就應該欠嘅債。所有識騙人嘅，就是遵守法律，法律嘅命令規定，做唔得犯奸淫，做唔得吃人，做唔得偷拿，做唔得貪心。這一切和其他嘅命令，全部係包含在識騙人將自家這條命令底背，識騙人嘅就唔會做傷害騙人嘅事，所以有愛心才會本法律得到圓滿。你就一天愛按樣行，因為你就知應該睡想嘅時節到了，我就得救，這下比出生嘅事還卡接近。暗不是會講，天會講咧，我就唔好再做胡暗嘅事，愛帶定光明嘅武器來作戰。我就嘅行事為人，愛光明正大，像生活在日石頭嘅人窮樣，唔好輕率輕靈，唔好好色荒唐，唔好嚴格切度。總講，你就愛作上主耶穌基督。唔好想愛滿足肉體嘅情慾。